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10，马太福音5章9节安尼讲：予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做予人和平的人，通称做你的囝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至高的上帝，我要向你献上感恩甲懊恼。主啊，能全能创造天地，予混沌变成有特殊，予黑暗变做光明。主啊，你行奇事，将红海分开，带你的百姓得到自由。主啊，你的信息奇妙，你的恩典广阔，你的慈爱永无线。主啊，你是和平的君王，你用十字架救赎的恩典，予阮通甲你和好，也予人甲人通伫你的内面和睦。主啊，你帮助阮学习你的宽恕，就是用听化解冲突，用了解带来祝福。主啊，你爱阮做予人和平的人，因为阮要称做你的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